大家好，每日為你報道最新消息。生老病死人之常情，但最痛苦嘅莫過於睇住心愛之人嘅離世。諗得開嘅通過時間嚟化解心中嘅痛，諗唔開嘅多年都走唔出孤獨嘅陰影。喺演藝圈內就有唔少咁樣生死相隔嘅明星夫妻們，佢哋有啲生前係恩愛到白頭嘅伴侶，有啲係分道揚鑣嘅離婚夫妻，亦有啲係處於熱戀中嘅情侶。第一對呂奇同陳寶珠，呂奇同陳寶珠曾經係粵語片時代嘅知名銀幕情侶，兩人合作超過20部影片，其中玉女添丁更係成為觀眾心目中嘅永恆經典。由於合作頻繁，兩人被傳出戲假情真，坊間有唔少關於佢哋戀情嘅傳聞，更有說法稱陳寶珠礙於呂奇已有家室，唔願做第三者，於是斬斷情絲，避走美國。仲有傳聞稱係陳寶珠嘅媽媽供粉紅棒打鴛鴦，導致戀情無疾而終。2024年11月，媒體人汪曼玲爆出呂奇已於當年4月離世嘅消息。佢同呂奇私交甚好，卻自2022年起失聯，多方求證無果。因其作風低調，定居台灣30幾年，鮮同外界聯絡。陳寶珠嘅仔楊天經受訪時稱，母親早已同呂奇斷咗聯繫，並唔知情。第二對劉家昌同甄珍，劉家昌同甄珍嘅情史曾備受關注。劉家昌喺甄珍16歲時就對佢一見鍾情，但當時甄珍拒絕咗佢嘅追求。後來劉家昌同江青結婚，而甄珍則與謝賢因戲結緣而秘密結婚。甄珍同謝賢婚後，因兩人都忙於事業，感情出現嫌隙。劉家昌趁機展開猛烈追求，佢喺媒體上造勢，仲追到咗美國，使到甄珍同謝賢誤會越嚟越大，最終離婚。劉家昌亦與江青離婚。1978年，佢如願同甄珍喺美國結婚，並誕下咗個仔劉子謙。然而呢段婚姻並未一直美滿落去。2015年，劉家昌喺香港對甄珍提出離婚訴訟爭家產。甄珍稱1987年兩人已離婚，但劉家昌否認，雙方各執一詞，引發咗一場財產糾紛鬧劇。劉家昌曾提及離婚原因係有算命師話兩人婚姻會克到個仔。2024年12月2日，劉家昌因癌症逝世，佢同甄珍呢段複雜嘅情史亦都畫上咗句號。第三對艾薇同 Lisa， 1991年，艾薇同 Lisa 喺泳池邊初次邂逅，艾薇對佢一見鍾情，此後就有意製造多次偶遇。當時 Lisa 並唔知道艾薇嘅演員身份，只係將佢當作普通上班族。艾薇亦樂於以真實面貌接近佢。隨住相處漸多，兩人從相熟走向相愛。2002年2月2日，歷經11年愛情長跑，佢哋步入婚姻殿堂，婚後選擇丁克生活。可惜命運弄人，1997年起 Lisa 身體抱恙，12斤重嘅子宮肌瘤、多囊弓同肝腹水等問題接踵而至。艾薇為咗幫佢醫病，使晒積蓄，甚至擺低身段四處跑場揾錢，仲做好咗捐肝準備。好不容易病情穩定， Lisa 卻迷上麻雀，甚至通宵達旦，咁令到艾薇憂心不已，多次溝通無果。2020年，艾薇無奈提出離婚，兩人開始分居。2022年，佢哋參加《再見愛人2》節目中，艾薇起初態度堅決，但隨住深入交流，見到 Lisa 虛弱無恙，佢徹底心軟，最終兩人決定唔離婚，重歸於好。然而2025年初 Lisa 病情惡化，4月艾薇透露其病危，急需肝移植，佢四處籌措費用。5月18日 Lisa 仲係遺憾病逝，艾薇陪伴佢走完最後一程。呢段經歷波折嘅愛情故事令人感慨萬千。第四對曾志偉同朱錫珍，曾志偉嘅第二任妻子係朱錫珍，係曾志偉同第一任太太黃美華離婚後，朱錫珍走進咗佢嘅生活。朱錫珍係圈外人，極為低調。起初同曾志偉結識時，佢啱啱大學畢業，出於對表演同影視製作嘅熱愛，拜曾志偉為師。喺頻繁嘅接觸同學習過程中，兩人感情逐漸升溫，於1989年正式註冊結婚。
婚後，朱實珍為曾志偉生咗2個仔，曾國祥同曾國佑。但隨住曾志偉事業越發忙碌，花邊新聞不斷傳出，或者係不堪忍受，又或者為個仔學業考慮，朱實珍帶住細路移居加拿大，之後同曾志偉長期分居長達20幾年。儘管分居，朱實珍牢牢掌握住曾志偉嘅經濟大權，曾志偉嘅大部分財產都由佢打理。2020年1月初，朱實珍身體不適，從加拿大返港醫治。曾志偉同個仔曾國祥前往醫院接佢出院，然而病魔並未放過佢。同年8月3日，朱實珍喺香港養和醫院病逝。個仔曾國祥發佈公告，希望平靜完成母親最後嘅旅程。呢段婚姻入面，朱實珍默默喺背後，曾同曾志偉聚少離多，卻也相伴走過多年歲月。第5對，曾江同焦交。曾江同焦交嘅緣分始於1994年嘅一次合作，嗰時焦交啱啱經歷喪夫之痛，沉浸喺巨大嘅悲痛中。曾江睇在眼裏，主動給予佢無微不至嘅關懷，從生活瑣事嘅照料到情緒上嘅疏導，一點點溫暖住焦交冰封嘅心。曾江欣賞焦交嘅堅韌同樂觀，焦交則被曾江嘅成熟穩重同細心體貼所打動，情愫悄然滋生。1995年，兩人攜手步入婚姻殿堂，開啟咗相伴相守嘅歲月。婚後嘅佢哋係圈內公認嘅恩愛夫妻。曾江會陪焦交行街市，焦交亦會喺曾江拍戲嘅間隙送去親手做嘅飯餸。佢哋一齊旅行，一齊睇話劇，將平淡嘅日子過得有聲有色。即使偶有摩擦，亦總能喺溝通中化解。兩人相互扶持，走過咗24個春秋。直到2019年曾江離世，呢段深厚嘅感情先畫上咗句點，卻也成為彼此生命中最溫暖嘅印記。第6對，盛品如與蔡一鳳。盛品如嘅感情生活中，最為人熟知嘅就係同蔡一鳳嘅婚姻。蔡一鳳同盛品如相識後，彼此吸引，最終攜手步入婚姻殿堂。兩人嘅婚姻生活雖不常被媒體過度曝光，但私下入面相處融洽。蔡一鳳始終陪伴喺盛品如身邊，無論係喺佢事業上嘅起伏，定係生活中嘅瑣事，都可以見到佢嘅身影。佢用自己嘅方式支持住盛品如，成為佢堅實嘅後盾。2024年，盛品如因突發疾病離世，享年55歲。呢一個消息對蔡一鳳嚟講，無疑係沉重嘅打擊。喺盛品如嘅葬禮上，蔡一鳳強忍悲痛，以堅強嘅姿態處理後事，送別咗相伴多年嘅丈夫。第7對，廖啟智同陳敏儀。廖啟智同妻子陳敏儀嘅愛情始於無線訓練班。1980年代初兩人相戀，1987年步入婚姻殿堂，婚後育有3子。佢哋嘅婚姻歷經考驗。1993年幼子廖文樂出生後被診斷出白血病，兩夫妻共同悉心照料，但細路仍於1996年離世。悲痛過後，兩人更加珍惜彼此，相互支撐走過低谷。2021年，廖啟智因為癌病逝，享年66歲。彌留之際，陳敏儀始終緊握佢嘅手，喺病床前輕聲哼唱兩人相戀時嘅老歌。葬禮上，陳敏儀強忍悲痛，以丈夫生前最愛嘅黑色西裝為佢送行。呢段攜手34年嘅婚姻，最終以生死相隔畫上句號。第8對，蕭芳芳同張正普。蕭芳芳嘅第一段婚姻係同演員秦祥林。1970年，兩人因合作電影相識相戀，迅速閃婚。然而呢段婚姻僅維持咗3年，就因性格差異結束。1980年，蕭芳芳與張正普結婚。張正普係資深律師，婚後全力支持佢嘅事業同公益工作。兩人育有2個女，婚姻生活低調而穩定。張正普始終係蕭芳芳背後嘅堅實依靠。2023年，張正普因突發心臟病離世，享年82歲。蕭芳芳喺家人陪伴下處理後事。佢喺訃告中寫道：佢用一生嘅溫柔護我半世安穩，字裏行間滿係對丈夫嘅不捨。呢段跨越咗40餘年嘅婚姻，以雙手開始，以思念延續。第9對，郭峰同歐陽佩珊。郭峰同妻子歐陽佩珊因1976年合作電視劇《無語問蒼天》結緣，劇中飾演情侶嘅兩人戲愛互生情愫。1977年登記結婚。
婚後歐陽佩珊逐漸淡出熒屏，專注家庭。國峰則喺影視圈持續發展，佢哋嘅婚姻長達41年，始終相濡以沫，鮮少緋聞。2018年，歐陽佩珊因肺癌離世，享年63歲。國峰喺葬禮上親自為妻子整理遺容，此後多年未再公開露面。有人透露佢成日獨自翻看兩人嘅舊相冊，家中始終保留住歐陽佩珊生前最中意嘅白玫瑰。呢段從戲裏延伸到戲外嘅愛情，雖然離別落幕，卻成為圈內流傳嘅一段心情佳話。好啦，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資訊，歡迎點讚訂閱我哋。